各位商界嘅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係 Polly。翹楚杯賽事今年正式踏入第2階，為咗隆重其事，我哋將會喺3月17號下晝3點同3月25號晚上7點鐘喺我哋 LEN 總會同大家進行翹楚杯發佈會。我哋到時會請嚟第一屆嘅冠軍得主 Kathy 同埋亞軍得主嘅 Hiko。佢哋到時會即場同大家發表佢哋嘅參賽心得，咁重要嘅日子，我哋約定你啦！大家好，我係第一屆嘅商界翹楚杯冠軍 Kathy。嚟緊咧嘅3月25號晚咧，我將會喺 LEN 總部同大家分享我嘅奪冠心得，到時約定你啦，到時見。3月17號，3月17號下晝3點，3月25號，3月25號晚上7點，第2屆商界翹楚杯，第2屆翹楚杯發佈會 ，LEN， 我哋 LEN 約定你，我哋約定你啦！投入參與，互助共贏，商界翹楚由此起飛。